Hello， 我係 Sam。如果你係第一次睇我嘅片，你可能會問 LEST2 本性組合解碼到底係乜嘢？簡單講，2000幾年前古希臘醫生希波格拉底 Hippocrates 佢又話人有4種氣質，後來加侖再將呢套發展落去。但現代好多人講呢套理論嘅時候咧，通常都話80億人口每個人都係屬於其中一種氣質。我認為唔係咁嘅，我將呢4種氣質咧分為 LEST 4種本性，每個人都有齊 LEST 4種本性噶啦。而通常有2種對你嘅影響特別大，關係你嘅人生取捨。平時外邊睇到噶啦，我稱之為外在本性，收埋喺裏邊，同時構成你嘅個性嘅，我稱之為內在本性。咁今日我哋先分析下外在本性啊。點解同樣係失戀、失業或者係突然間跌入谷底啊？有人即刻搶翻個加洗盤，有人四周圍揾人傾偈傾訴，有人照常翻工扮冇事，亦都有人將生命每個階段翻嚟覆去咁樣分析咧。因為喺出事嗰一刻，你嘅第一反應往往就係你嘅外在本性 L 主導者本性，遇到危險佢就會定計劃止血揾出口。格局高嘅 L 可以令到成個團隊都定翻晒落嚟。E 表演者一跌落谷底，第一反應可能係揾人揾節目揾新鮮感去麻醉一下，佢唔想個世界靜落嚟，因為一靜佢個空虛感咧就會衝上嚟噶啦。高格局嘅 E 會用連結表達同埋創意去幫自己充電嘅。S 支持者最常講嘅就係我冇事啊，你唔使擔心。佢仲會照顧人覆 message， 維持日常嘅程序，好似乜嘢事都冇發生過。高格局嘅 S 係風暴裏邊團隊嘅定海神針嚟嘅。最後 T 思考者就會開始拆解啦，邊度出錯，我漏咗乜嘢，下次點樣避免。高格局嘅 T 會幫自己同大家揾到真相，甚至乎係解決方案嘅。嗱，呢個就係 LEST 4種本性喺逆境嘅典型反應。但你要留意，外在本性只係人哋容易睇到嘅一面，但係你裏邊仲有一個內在本性嘅需要嘅。一個平時好霸道嘅人，入邊可能其實係好擔心事件對其他人嘅影響。一個平時不斷講笑嘅人，好似乜嘢都唔 care 嘅人，可能內心已經好憂鬱噶啦。所以單靠第一反應，我哋只係睇到外在本性，而內在本性通常要等到你喺壓力之下，覺得冇人可以接得住嗰陣時，就會走出嚟噶啦。所以你可以問下，出咗大事嗰陣時，你會係即刻控制啊，四圍揾人啊，默默守住啊，定係不停咁樣分析？呢個答案已經俾咗你外在本性嘅線索噶啦。如果你想再睇清楚自己內在真正想守住嘅又係乜嘢呢？可以撳下條 link 啊，做個 LEST2 本性組合解碼測試。唔係為咗喺12種組合裏邊攞翻個標籤，係為咗當下一次你跌落谷底嘅時候啊，你知道點樣接住自己2個本性，唔好俾任何一個拖垮你，好冇？我哋下次再傾。